连甲卡过去一直拢是农民头疼的废弃物，不过现在这栋由三官下合作，伫瓜田惠安宫边仔所成立的灵团生活馆，嘛是昆山科技大学透过大学社会责任，辅导鼓励少年人创业的成果。当中所有商品拢是连甲卡高温烧成生物炭，对上早会当吸收湿气、消毒臭味的包装。一步一步开发成有纺织类、有精油会当偏芳的各种文化创意商品，达到24项。除了将废弃物变黄金，也是地方创新、环保循环经济真好典范。以前的盐能通区长啊，他就是希望可以解决这个在地的农废。那我们去跟成大的一个林宏平老师实验室合作，去开发了一个高温碳化的碳化桶。那这个碳化桶就是不需要外加能源，就可以把这个壳烧到1000度。那它烧到1000度以后，就可以变成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1000度的碳化后的零壳碳。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亮亮的、亮晶晶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照光，它上面的孔洞反射出来的光线，对。那它这个1公克的碳底表面积有半个篮球场这么大，对。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碳材去开发一系列的商品。我们的角色就是大学端是辅导，那年轻人在这边创业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主体并不是区公所投资，而是我们在地，就是我们辅导这边创设在一个青年培育基地。那我们希望他们这边可以自主运作。那我们的经营的未来的方向大概就是虚实整合，就是线上线下都有。这个是个实体店铺嘛，那我们也花更多力气是在线上。那线上商品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从几个角度去切入，一个就是从多元商品里面去切入，另外就是把这个通路做大做广。除了连卡团系列产品，也有专台独一无二，只有这卖连卡鲜奶乳，真材实料，拎起来相当的巴掌，希望带动在地产业发展。只有在关田才喝得到的饮品。那因为这个它里面的菱角量很多，所以它的菱角味其实是很浓郁的，所以就希望如果大家来到关田的话，可以来喝一杯这个菱角鲜奶露再回去。很有饱足感吗？非常有饱足感。台南瓜田是连家故乡，占全台7成的产量。第三关下的共同努力，为连家产业再来完全无同款的面貌。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。